国际消息来关心进前人工的高猪，即马改号做 M 猪。目前疫情是当咧均价。伫咧非洲，毋有出现新的变种病毒。疫情上界严重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伫今年是已经超过15000例啊。而且佫有探去到伫咧北欧的瑞典出现第一个变种病毒株的病例。因为伫咱国内今年嘛已经有37个本土病例，甲3个境外移入的病例。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伫美东时间14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甲真侪非洲的国家 M 株的病例日头增加，这是世卫组织伫2年来第2届宣布啊。M 株的病毒是探测真强，已经造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才过1天尔，瑞典就证实当地出现头一个传染性更较强 M 株的病例，所谓第1分支病毒。也那这嘛是非洲以外头一个病例。Fallet är det första som är orsakat av clade 1 som har diagnostiserats utanför den afrikanska kontinenten. Den drabbade personen har också smittats under en vistelse i ett område i Afrika där det pågår ett stort utbrott också av mpox, clade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单位表示，从去年年初以来，已经发现15614个检测病例，甲548个死亡的病例，跑去年规年的总数。到目前为止，有超过96%M 株的病例甲死亡案例，拢发生伫咧民主刚果。这个 M 株分支的病毒株开始向外传开，世卫组织是感觉真烦恼，因为除了民主刚果、卢安达、肯达甲普良地嘛拢有病例。世卫组织警告，欧洲可能真紧就会出现更较侪带病入境去挖到 M 株分支病毒的病例。That's a threa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but it's really because it's spreading so rapidly, causing so many more cases than we've seen. We've seen in this half year more cases than we saw all of last year. 但疫苗制造商已经得到批准生产 M 株的疫苗。美国新兴生物科技公司的疫苗是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推荐的疫苗之一。伦敦卫生甲热带医学院的英语教授惠特沃斯表示，对抗这波 M 株的疫情，需要差不多1000万剂的疫苗。但疫苗制造商讲，政府若量早就订单，无定就会当伫今年年底进前，甲疫苗的供应量增加到200万剂，到2025年年底会当增加到1000万剂。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